人遇到大齡，先至慢慢看透世間最真實嘅荒涼。中年以後最痛嘅，從來唔係缺錢，唔係奔波，唔係身體病痛，而是滿屋人氣，滿手忙碌，心底卻空無一物，時刻裹住一份講唔出道不明嘅孤獨。年輕時候唔開心可以隨便傾訴，可以隨意發洩，可以呼朋喚友，可以大哭一場，身邊永遠有人回應，有人陪伴，有人體諒。但踏入中老年，你就會發現身邊嘅人越來越多，能夠入心嘅人越來越少，認識嘅人越來越窄，願意聽你真心話嘅人幾乎絕跡。好多人以為孤獨係獨自一人，無人陪伴。其實中老年嘅孤獨從來都唔係無人在側，而是身處人群，依舊覺得孤單。日日面對家人親友，依舊無人懂你。你每日照顧老幼，打理家務，奔波冒錢，應對人情世故，對所有人和事都面面俱到，處處遷就，唯獨冇人問過你累唔累，委屈唔委屈，撐得辛唔辛苦。遇到難關只可以自己死撐，受盡委屈只可以自己消化，深夜失眠只可以自己陪自己。慢慢就養成咗沉默嘅習慣，唔再輕易訴苦，唔再隨便交心，唔再期待有人理解。因為年紀愈大，愈明白一個道理：成年人嘅劫難從來都係單槍匹馬，無人例外。中年之後，友情會慢慢篩選，人情會慢慢變淡。從前稱兄道弟、夜夜暢聚嘅朋友，隨住歲月流逝，境遇不同，生活軌跡各異，慢慢變成點頭之交。微信好友最後斷了來往，大家各自有家庭牽絆，各自有生活重擔，各自有難言之隱，無人再有閒情聽你嘆人生、訴煩惱。往日熱鬧喧囂，最終都會歸於平靜。熱鬧係一時嘅，孤獨先係常態。你唔好怪人情淡薄，人心善變，只係歲月無情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人生路要行，都有自己嘅風雨要度，無人可以一輩子陪住你。最令人心酸嘅係，身邊最親嘅人往往最難懂你。對住父母，你報喜不報憂，所有壓力自己扛，驚長輩擔憂，怕長輩操心。對住伴侶，日日柴米油鹽，瑣碎爭執，慢慢磨盡咗從前嘅體諒與溫柔。好多心底話講唔出口，講得多只會惹來爭吵，換來不理解。對住仔女，你盡心盡力付出，傾盡所有成全，慢慢發覺細路長大之後有自己嘅世界，自己嘅朋友，自己嘅人生，越來越少同你交心，越來越遠離你嘅生活。中老年嘅孤獨從來都唔係無人陪伴，而是無人共情。你覺得生活壓力山大，旁人覺得你矯情；你覺得身心俱疲想歇歇，旁人覺得你懶惰；你覺得滿腹委屈無處安放，旁人覺得小事一樁不值一提。慢慢你就唔再解釋，唔再辯解，唔再傾訴，學會咗將所有情緒收埋心底。白天強裝堅強，笑對萬事，夜晚獨自崩潰，默默自癒。呢種無聲嘅孤獨，冇人看得見，冇人體會到，卻日日夜夜侵蝕住人心。我見過好多中老年朋友，表面樂觀開朗，待人溫和，事事通透，實則深夜獨處嘅時候，先至會露出最真實嘅脆弱。佢哋唔敢喊，唔敢鬆，唔敢倒下，上有老要贍養，下有小要扶持，中間仲要撐起成頭家，一生為家人、為生活、為人情奔波，從來冇人為自己活過一日，大半輩子都在討好生活，遷就他人，最後發覺最虧待嘅永遠係自己。其實歲月最殘酷嘅地方，從來唔係年華老去、容顏衰退，
而是慢慢剝奪你所有嘅依靠，逼住你獨自面對風雨，獨自承擔所有。年輕時候跌倒有人扶，委屈有人兇，迷惘有人指引。中年以後跌倒自己爬，委屈自己忍，迷惘自己扛。所有風雨風波全部隻身面對，但人到中年亦都慢慢參透，孤獨從來唔係懲罰，而係一場成長。人世間所有關係終究都係一場緣聚緣散，冇人可以陪你行到最後，能夠陪你走完一生嘅從來只有自己。不必執着於他人理解，不必強求別人陪伴，不必糾結人情冷暖。成年人最高級嘅通透就係接受孤獨，習慣孤獨，享受孤獨，慢慢就會明白，中老年嘅人生唔需要太多人懂，只需要自己心安；唔需要太熱鬧嘅生活，只需要平靜自在。與其苦苦渴求他人共情，執着人間溫暖，不如靜下心善待自己，修養自己，學會同孤獨共處，同生活和解，接受人生嘅無常，看淡人情嘅聚散。人到歲月深處，先懂得熱鬧襯托浮華，孤獨成全自我。餘生不長，與其執念於人心冷暖，不如好好善待自己，平安喜樂，自在隨緣，就係最好嘅歸宿。好多人驚老、驚孤獨、驚晚景淒涼，其實真正淒涼嘅，從來唔係獨居，唔係無人問候，而係心無寄託，情無安放，一世活喺別人嘅眼光入面，一世為咗討好身邊人而活。中老年之後，你會越來越清楚發覺，人生最大嘅解放就係終於唔再需要討好任何人。年輕時怕得罪人，怕被孤立，怕人話不合群，怕人際關係疏遠，所以不停社交，不停遷就，不停妥協，就算委屈自己，都要維持表面嘅熱鬧同體面。但歲月會教識你，所有勉強得來嘅人緣都係虛假嘅熱鬧，所有需要你卑微遷就嘅關係，遲早都會散場。人到中年，閱歷多咗，看透嘅事多咗，心入面嘅負擔反而應該慢慢減少，唔再浪費時間喺無謂嘅應酬、虛假嘅交際上面，唔再為咗別人嘅一句評價輾轉難眠，唔再因為旁人嘅冷淡自我懷疑。孤獨唔可憐，可憐嘅係明明身處人群，仍然覺得孤苦無依；明明日日交際滿滿，仍然心靈空虛。我見過好多長輩，年輕時一生奔忙，為家庭、為子女、為生計，將自己嘅喜好、執着、情緒全部壓埋，以為捱過幾十年，等到子女長大，生活安穩，就可以換來安樂同陪伴。殊不知細路大個就會遠飛，有自己嘅家庭、自己嘅煩惱，能夠陪伴身邊嘅時間少之又少。呢個時候先至醒悟，自己浪費咗大半輩子，從來冇真正為自己活過一日。到最後得返嘅只有靜靜嘅孤獨同滿腹嘅遺憾。其實中老年嘅孤獨都係有解藥嘅，個解藥從來唔係子女陪伴，唔係朋友熱鬧，唔係親友圍繞，而係找回自己。你要慢慢檢反自己嘅喜好，養一兩個靜心嘅習慣。中意行山就多出去走走，中意睇書就靜下心閱讀，中意品茶寫字就慢慢體會閒情。生活唔需要日日熱鬧，只需要日日有寄託。人生唔需要人人懂你，只需要自己活得自在。亦都要接受，人生本來就係一場單人旅途，來時一人，去時亦都係一人。父母會先你離去，朋友會各自遠行，子女會漸行漸遠。緣分有深淺，聚散有時日，冇任何一段關係可以永恆不變。以前會傷心，會失落，會執住不放，覺得人情冷淡，歲月無情。
而家先至明白聚散無常本來就係人生常態，接受分離，接受孤獨，接受無常，先係真正嘅成熟。好多中老年人晚晚失眠，並非身體有病，而係心入面太多心事，無處訴說。日間為咗維持大人嘅體面，家人嘅依靠，強撐堅強，忍盡所有委屈同無奈，等到夜深人靜，萬籟俱寂，所有壓力孤獨先至湧上心頭，令人無從入睡。呢種無聲嘅煎熬係幾乎每一個中年人嘅日常，只係大家都習慣咗隱藏，習慣咗自癒，習慣咗唔再聲張。但我想同大家講，唔需要逼自己永遠堅強，亦唔需要覺得孤獨係一種缺陷。人活到一定年紀，先至有資格享受孤獨。細個嘅孤獨係可憐，中年以後嘅孤獨係清醒。你終於擺脫咗無謂嘅社交糾紛，擺脫咗人情嘅束縛，擺脫咗討好嘅疲累，終於可以靜靜同自己相處，聽返自己內心嘅聲音，問返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。中老年最珍貴嘅覺醒就係明白人生下半場拼嘅唔係財富，唔係地位，唔係人脈，而係心態同安穩。有錢冇錢都要好好善待自己，有人陪伴冇人陪伴都要好好活好每一日，唔好再執着被人疼愛、被人理解、被人陪伴，學會自愛、自癒、自度。當你慢慢習慣孤獨，熱愛清靜，看淡聚散，你就會發現從前令你糾結難過嘅事，慢慢都變得無關緊要；從前令你耿耿於懷嘅人，慢慢都變成過眼雲煙。心靜咗，煩惱自然少咗；看淡咗，痛苦自然淡咗；通透咗，孤獨自然變成一種福氣。人到歲月深處，先真正懂得熱鬧係人間浮華，孤獨先係人生歸途。餘生漫漫，願你唔懼孤獨，不戀喧囂，心中有光，歲月溫柔。縱然獨行，亦覺人間值得。好多人唔明白點解踏入中年之後，個心會突然變得空虛冷漠。明明生活愈來愈安定，物質愈來愈富足，日子愈來愈安穩。按理講，應該愈活愈輕鬆，愈活愈快樂。但偏偏大部分人愈大愈沉默，愈活愈孤獨，愈過愈茫然。其實呢種轉變從來唔係你變得冷漠，而係你終於看透咗人性，看透咗關係，看透咗人生嘅真相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對所有人都熱情，對所有關係都認真，對所有相遇都充滿期待。別人對自己好一分，就想回報10分；別人給自己一點溫暖，就願意掏心掏肺相待。我哋害怕孤單，害怕冷落，害怕一個人食飯，害怕一個人行路，害怕一個人面對生活，所以不停主動，不停付出，不停討好，只為換取身邊有人陪伴，有人同行。但經歷過人情冷暖，體驗過人心善變，承受過熱戀貼冷屁股之後，你就會慢慢醒覺，呢世間大部分關係都只係一場逢場作戲。好多人走近你，唔係因為懂你、珍惜你、在乎你，只係因為你有用、你善良、你好欺負、你願意付出。當你順風順水、有價值、有利用空間嘅時候，身邊賓客滿座，熱鬧非凡，人人都同你稱兄道弟，講盡好話。一旦你落難、失意、冇利用價值嘅時候，身邊人就會紛紛遠走，避之不及。從前嘅情深意重，轉眼就變成陌路擦肩。中年人的孤獨係看透一切之後嘅選擇，而非無可奈何嘅淪落。你唔係冇人陪，你係唔想隨便找人陪；你唔係冇人傾訴，你係唔想再講無謂嘅真心話；你唔係封閉自己，你係終於懂得篩選身邊嘅人，篩選自己嘅生活，篩選自己嘅情緒。以前有人惹你唔開心，有人誤解你，有人冷淡你，你一定會執着爭辯，拼命解釋，
苦苦挽回，因為你在乎，你放不下，你捨不得斷開一段關係。而家唔同咗，中年人最醒目嘅變化就係懶得解釋，懶得爭吵，懶得挽回，誤解就誤解，疏遠就疏遠，走散就走散，緣來我惜，緣去我隨，唔再糾結，唔再執念，唔再內耗。表面睇落呢種狀態係冷漠，係孤獨，係不近人情。實際上呢係中年人最珍貴嘅自救。人活到一定年紀先至明白，人生最大嘅消耗從來唔係生活奔波，唔係經濟壓力，而係無謂嘅人際內耗，無意義嘅情緒糾結，冇結果嘅執念糾纏，一啲無關緊要嘅人，一啲過眼雲煙嘅事，一啲虛情假意嘅關係，耗盡咗我哋大半輩子嘅熱情同心力。年輕時唔識得取捨，以為朋友愈多愈好，人脈愈廣愈威，關係愈密愈安穩，所以來者不拒，事事遷就，處處包容。到頭來先發現，真正嘅貴人寥寥無幾，真正嘅真心屈指可數。大部分人都只係你生命入面嘅過客，匆匆而來，匆匆而去，只會帶走你嘅熱情，消耗你嘅精力，從來唔會為你停留，唔會為你付出，唔會真心待你。中年之後，我哋開始學會做減法，減去虛假嘅社交，減去無謂嘅人情，減去消耗自己嘅關係，減去耿耿於懷嘅往事，減去期待他人救贖嘅妄想。呢個減法嘅過程，一開始會好孤獨，好冷清，好不習慣。因為你脫離咗從前喧鬧嘅圈子，捨棄咗從前執念嘅人與事，放下咗從前痴迷嘅期待。但堅持落去，你就會發現呢種孤獨係清靜，係解脫，係重生。當你不再強求，不再執着，不再討好，你先至可以真正做返自己。你唔使再看人面色做人，唔使再遷就任何人嘅情緒，唔使再為咗迎合他人委屈自己，唔使再為咗維持體面硬撐熱情。好多中老年人每日周旋喺家庭同工作之間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重複住機械式嘅生活。朝早起身煮早餐，送家人，返工做嘢，應對同事客戶，夜晚返屋企做家務，照顧老幼，收拾瑣事，一日24個鐘。幾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奉獻俾咗身邊人，唯獨冇一秒鐘係屬於自己。日間嘅忙碌可以掩蓋所有孤獨同委屈，令你冇時間胡思亂想，冇時間感覺難過。但當夜深人靜，成個世界安靜落嚟，屋企燈光熄滅，身邊人全部沉睡，剩低你一個人對住漆黑嘅夜空，空蕩嘅心房。所有壓力、疲憊、委屈、孤獨就會鋪天蓋地湧上來，壓到你透唔到氣。呢個時候，你先至會深深體會，原來人到中年最奢侈嘅嘢，從來唔係名車豪宅，唔係錦衣玉食，唔係名利地位，而係一點屬於自己嘅時間，一點被人理解嘅溫暖，一處可以安放情緒嘅角落。細個嘅時候，孤獨係一個人，冇人玩，冇人陪，冇人關心。中年嘅孤獨係身邊人山人海，身邊親友環繞，卻始終冇一個人可以走進你心底，讀懂你嘅難處，體諒你嘅辛苦。你同伴侶朝夕相對，日日見面，卻早已冇咗心與心嘅交流，剩低柴米油鹽嘅瑣碎，日常起居嘅磨合，雞毛蒜皮嘅爭執。兩個人同住一間屋，共枕一張床，卻活成咗最熟悉嘅陌生人。你知佢嘅飲食喜好、作息習慣，卻唔知佢心底嘅煩惱。佢見你日日忙碌，日日勞累，卻從來唔問你累唔累，撐唔撐得住。曾經以為婚姻係避風港，係一世嘅依靠，係永遠嘅溫暖。
踏入中年先至明白，好多婚姻只係生活嘅搭檔、養家嘅夥伴、湊仔嘅同事，可以共患難、共風雨、共生活，卻好難共真心、共情緒、共孤獨。好多心底話唔想同伴侶講，因為講咗都唔會被理解，只會換來質疑、吐槽、不認同。好多委屈唔敢同伴侶訴，因為驚對方覺得你矯情，覺得你負面，覺得你唔夠堅強。面對子女，你更加唔敢軟弱。作為父母，你永遠係細路心中最堅強、最無所不能嘅靠山。你唔可以喊，唔可以累，唔可以怕，唔可以認輸。你必須時刻堅強，時刻樂觀，時刻無堅不摧。你將所有最好嘅都留俾子女，將所有嘅負面情緒、所有嘅生活壓力、所有嘅人生風雨，全部自己收埋，自己承擔，自己消化。你從來唔會同子女講自己嘅難處、自己嘅孤獨、自己嘅無力，你只會報喜不報憂，永遠話自己好好，生活好好，一切安好。你以為呢種係保護子女，係愛子女，卻不知日積月累，你同子女之間慢慢隔咗一層厚厚的牆。你唔了解年輕人嘅世界，子女亦從來唔了解中年嘅你，到底承受住幾多風雨，幾多孤獨，幾多無奈。面對父母，你更加係報喜不報憂。年紀愈大，愈懂得體諒長輩嘅操心，愈唔願意讓年邁嘅父母為自己擔驚受怕，為自己憂心勞神。無論你在外幾多委屈，幾多艱辛，幾多失意，返到屋企面對父母，永遠笑口常開，事事順利，一切安好。你將所有嘅風雨獨自擋住，將所有嘅孤獨獨自承受，將所有嘅難關獨自闖過。你以為呢種係孝順，係擔當，卻慢慢發覺自己愈來愈孤獨。身邊最親嘅三種人：父母年邁無法體諒，伴侶生疏無法共情，子女年幼無法懂得。最後你嘅世界剩低你自己一個人。中年之後，朋友亦慢慢變得形同虛設。從前幾個死黨，日日見面，夜夜暢談，無所不講，無所不談，開心一齊分享，難過一齊安慰，困難一齊幫襯。但隨住各自成家立室，各自有咗家庭負擔，各自奔波喺自己嘅人生軌道，大家慢慢少咗聯繫，少咗見面，少咗交心。以前一條信息，一個電話就可以即刻聚頭，通宵暢談。而家就算想念對方，就算心有委屈，都唔會隨便打擾。大家都忙，大家都累，大家都有自己嘅身不由己，自己嘅難言之隱。唔好意思隨便打擾，唔好意思隨便訴苦，唔好意思將自己嘅負面情緒帶俾別人。於是成年人嘅世界慢慢就變成咗靜默。開心嘅事自己偷偷開心，難過嘅事自己默默承受，委屈嘅事自己悄悄消化，迷茫嘅事自己慢慢摸索。冇人打擾你，亦冇人陪伴你，冇人約束你，亦冇人心疼你。好多中老年人因此患上情緒內耗，日日心入面胡思亂想，輾轉反側。明明身體好攰，卻偏偏唔願意瞓覺。唔係唔想休息，而係唯有深夜呢段時間先係真正屬於自己。白日嘅你係員工，係父母，係子女，係伴侶，承擔住各種各樣嘅角色，各種各樣嘅責任，唯獨唔係你自己。只有深夜萬籟俱寂，冇人需要你照顧，冇人需要你負責，冇人需要你遷就，冇人需要你付出。呢個短暫嘅時刻，你先可以卸下所有偽裝，放下所有堅強，釋放所有壓力，安安靜靜做一回真實嘅自己。呢種感覺，孤獨卻自由，冷清卻踏實，無奈卻珍貴。所以你會見到
越係善良懂事，越係負責任嘅中年人，越係容易孤獨，因為你太體諒人，太顧及人，太習慣付出，太擅長隱藏情緒。你永遠優先考慮身邊所有人嘅感受，永遠將自己嘅需求、自己嘅情緒、自己嘅委屈擺喺最後。你忍得住苦，扛得住壓，吞得落委屈，於是身邊人都以為你無堅不摧、百毒不侵，自然就冇人真心心疼你、體諒你、呵護你。人世間最可笑嘅真相就係，越係獨立堅強嘅人，越冇人疼；越係懂事體諒嘅人，越受盡委屈；越係習慣自愈嘅人，越無人問津。你撐過咗所有風雨，扛過咗所有難關，熬過咗所有孤獨，最後所有人都以為你本來就咁堅強，本來就唔需要陪伴，本來就唔會受傷。其實邊個天生堅強？邊個天生無所畏懼？邊個天生中意孤獨？只係經歷太多，看透太多，失望太多，慢慢學會咗唔再依賴，唔再期待，唔再求助。細個嘅時候遇到少少難事、少少委屈，就會大喊大叫，四處求助，因為知道有人會心痛，有人會包容，有人會接住自己嘅情緒。中年之後，就算天塌落來，就算內心崩潰，都會默默忍住，悄悄扛住，因為你好清楚，冇人可以真正幫你，冇人可以真正懂你，冇人可以真正替你承擔。孤獨係成年人最無聲嘅成長，沉默係中年人最高級嘅通透。當你越來越沉默，越來越獨處，越來越看淡，人情聚散，唔好覺得自己變得冷漠，其實你只係終於長大，終於清醒，終於與生活和解。以前總以為熱鬧先係幸福，陪伴先係溫暖，有人懂先係安穩，而家先至明白，有啲熱鬧係消耗，有啲陪伴係束縛，有啲理解係奢求。與其勉強融入唔適合自己嘅圈子，討好唔珍惜自己嘅人，執着不屬於自己嘅溫暖，不如安安靜靜獨處，好好善待自己，認真過好每一天。人到中年，先至徹底明白，人生本來就係孤獨嘅旅途，無人可以例外。無論你幾多朋友、幾多親人、幾多愛人，到最後所有嘅路都要自己行，所有嘅苦都要自己食，所有嘅情緒都要自己消化，所有嘅風雨都要自己面對。與其抗拒孤獨、恐懼孤獨、逃避孤獨，不如坦然接受孤獨，習慣孤獨，享受孤獨。孤獨唔係悲劇，而係成年人嘅必修課。孤獨唔係遺憾，而係人生嘅常態。當你學會同孤獨共處，你就會慢慢放下好多執念。你唔再期待別人嘅理解，因為你明白每個人嘅經歷唔同，三觀唔同，感悟唔同，唔有人可以100%懂你嘅難處。你唔再渴望別人嘅陪伴，因為你懂得人心易變，緣分無常，所有陪伴都會有盡頭。你唔再執着關係嘅完美，因為你看透世間所有關係都有瑕疵，都有遺憾，都有聚散。慢慢你就會活得越來越通透，越來越自在，越來越從容。你開始明白，人生下半場最緊要嘅從來唔係討好別人、經營人情、追逐名利，而係修養自己、安穩內心，活好自己。中年之後要學會為自己而活，唔好再將所有時間精力奉獻俾人，唔好再將所有情緒寄託喺人，唔好再將所有期待擺喺別人身上。你要知道，你先係自己人生嘅主角，其他人無論幾重要，都只係配角，只係過客。每日留少少時間俾自己，中意咩就去做咩，想休息就休息，想靜下就靜下，唔好過度透支自己嘅身體，唔好過度壓抑自己嘅情緒，
唔好過度勉強自己嘅內心。人生短短數十載，一晃就老，冇必要活得太攰、太委屈、太壓抑，亦都要學會同遺憾和解。人到中年，邊個冇遺憾？邊個冇後悔？邊個冇未完成嘅心願？冇錯過嘅人，冇做錯嘅事。以前會耿耿於懷，會反覆內耗，會不停假設如果當初點樣就好。而家應該明白世事無常，萬事皆有定數，錯過就錯過，遺憾就遺憾，過去就過去。執住過去唔放，只會拖累現在，消耗未來。放下執念，先可以解脫自己；看淡得失，先可以活得輕鬆。好多中老年人仲會陷入一種隱形孤獨，就係身邊人成群，卻始終覺得自己孤身一人。家族聚會、朋友聚餐、節日團圓，現場熱熱鬧鬧，人聲鼎沸，所有人都談笑風生，暢聊日常，唯獨你坐喺一旁，格格不入，無言以對，心底空虛。你聽住身邊人傾訴生活，分享喜悅，吐槽煩惱，你明明身在其中，卻好似置身事外。你插唔上話，亦唔想插話，你唔想融入，亦懶得迎合。呢種熱鬧之中嘅孤獨，比獨自一人更加心酸，更加難熬。獨自一人嘅孤獨係清靜，人群之中嘅孤獨係無奈。之所以會咁，唔係你性格孤僻，唔係你難相處，唔係你冷漠，而係你嘅心境已經同身邊人唔同。你經歷過更多風雨，看透咗更多人心，放下咗更多執念。你嘅層次、你嘅格局、你嘅感悟，已經遠遠超過身邊同齡人。身邊人仲喺糾結瑣碎得失、人際是非、名利高低，而你早已看淡呢一切。你唔再熱衷是非八卦，唔再執着人情冷暖，唔再追逐虛浮名利。你中意清靜，中意簡單，中意自在，所以自然會同喧鬧嘅人群慢慢疏遠，慢慢隔離。呢種孤獨唔係缺陷，而係覺醒；唔係淒涼，而係升華。但凡通透清醒嘅人，必然孤獨；但凡大徹大悟嘅人，必然沉默。我見過好多中老年長輩，年輕時風風火火，熱情開朗，愛社交，愛熱鬧，愛結交朋友，日日忙住應酬，忙住聚會，忙住經營人脈。但步入50歲、60歲之後，性情大變，慢慢遠離喧鬧，謝絕應酬，減少聚會，中意獨處，中意清靜，中意安安靜靜過日子。好多人話佢哋老咗、孤僻咗、唔合群咗，其實唔係，只係歲月教識佢哋。人生最寶貴嘅嘢，從來唔係熱鬧，唔係人脈，唔係陪伴，而係心安，而係清靜，而係自在。人年輕時總以為熱鬧可以填補空虛，陪伴可以化解孤獨，人脈可以帶來安穩。活到中老年，先至徹底明白，外在嘅熱鬧永遠填補唔到內心嘅空虛，他人嘅陪伴永遠治癒唔到心底嘅孤獨。真正嘅安穩從來都係自給自足，真正嘅治癒永遠都係自我成全。你內心豐盛，就算獨居深山，無人陪伴，亦都覺得日日熱鬧，歲月溫柔。你內心空虛，就算身邊人山人海，日日高朋滿座，亦都會覺得孤獨冷清，萬事無味。所以話，孤獨從來唔係外在嘅狀態，而係內心嘅心境。心若安穩，獨處亦熱鬧；心若空虛，熱鬧亦孤獨。中老年之後，仲要學會接受身邊人嘅離開，無論係朋友疏遠、親人離世、緣分散場，都係人生嘅常態。以前遇到分離，會傷心落淚，會耿耿於懷，會久久無法釋懷。而家要明白，世間萬物有聚必有散，有來必有去，有得必有失。冇人可以陪你行完一世嘅路，
緣分到咗盡頭，就該瀟灑放手，坦然接受，靜靜祝福。唔好執住不屬於自己嘅人，唔放，唔好留戀已經過去嘅溫暖，唔好糾結已經結束嘅故事。放下先可以解脫，看淡先可以輕鬆。好多中老年人嘅孤獨，仲來自於對未來嘅恐懼。人到晚年，體質慢慢變差，精力慢慢衰退，生活慢慢變慢，身邊嘅老友記一個個離去，熟悉嘅長輩一個個走散，舊日嘅時光一去不返。望住鏡入面白頭髮、皺紋滿面嘅自己，再對比從前意氣風發、朝氣蓬勃嘅模樣，心底自然會生出無限感慨同慌亂，驚自己老去，驚自己生病，驚自己晚景淒涼，驚自己晚年孤苦無依。呢種對歲月無常、對人生暮年嘅恐懼，會深深包裹住中老年嘅內心，造就咗揮之不去嘅孤獨同迷惘。其實完全唔使恐懼，老去、恐懼、孤獨、恐懼、晚景。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有每一個階段嘅風景，每一個階段嘅美好，每一個階段嘅意義。年輕有年輕嘅熱血與衝動，中年有中年嘅沉穩與通透，老年有老年嘅從容與安靜。年輕時追速度、追熱鬧、追名利、追陪伴；中老年後追平靜、追心安、追健康、追自在。唔同嘅年紀，唔同嘅心境，唔需要用年輕嘅標準去定義晚年嘅幸福，唔需要用世俗嘅熱鬧去衡量孤獨嘅價值。真正嘅晚景淒涼，唔係獨自生活，唔係無人陪伴，而係心無寄託，滿心遺憾，終日惶恐，不懂自度。真正嘅晚景幸福，唔係子孫滿堂，熱鬧非凡，而係身心安穩，內心通透，知足常樂，自在隨緣。人到中老年，一定要戒掉期待。你之所以孤獨，之所以難過，之所以內耗，之所以委屈，根本原因就係你對他人、對生活、對關係，仲有太多不切實際嘅期待。你期待伴侶懂你、體諒你、心疼你，所以當對方冷漠疏忽嘅時候，你會失落、會難過、會孤獨。你期待子女感恩、貼心、陪伴，所以當子女遠行疏遠嘅時候，你會遺憾、會空虛、會落寞。你期待朋友真心、長久、不離不棄，所以當人情淡散嘅時候，你會傷心、會失望、會內耗。世間所有嘅痛苦都來自於期待，世間所有嘅孤獨都來自於執念。當你戒掉所有期待，放下所有執念，唔再指望任何人，唔再依附任何人，唔再渴求任何人嘅溫暖與理解，你就會發現你嘅世界瞬間安靜落嚟，輕鬆落嚟，通透落嚟。無期待則無失望，無依附則無悲傷，無執念則無孤獨。從今往後，學會自己暖自己，自己懂自己，自己治愈自己。你想要嘅溫暖，自己俾自己；你想要嘅安穩，自己成全自己；你想要嘅快樂，自己製造自己。唔好將人生嘅主動權交俾人，唔好將情緒嘅開關交俾人，唔好將幸福嘅標準交俾人。人活到下半場，最大嘅本事唔係賺大錢、做大官、結廣緣，而係可以自度自愈，可以安穩內心，可以與孤獨安然共處。慢慢你就會徹底明白，熱鬧嘅人生固然精彩，但孤獨嘅人生更加清醒。熱鬧會令人迷失，令人浮躁，令人忘記初心；孤獨會令人沉澱，令人通透，令人看清自我。餘生不長，歲月無情，唔好再浪費時間喺無謂嘅人與事上面，唔好再消耗自己喺虛假嘅熱鬧同內耗上面。好好善待獨處嘅時光，好好修養自己嘅內心，好好熱愛剩低嘅歲月。
願每一個步入中老年嘅你，都可以看淡聚散，放下執念，戒掉期待，學會自度。縱然獨行，亦心有繁花；縱然孤獨，亦歲月溫柔。縱然無人懂你，亦能自己懂得珍惜自己，成全自己，善待自己。中老年嘅孤獨，從來都唔係人生嘅缺陷，而係歲月賜俾你最珍貴嘅禮物。佢讓你遠離喧囂，遠離內耗，遠離虛假，讓你真正找回自我，活回本心，活出通透。願你往後餘生不懼孤獨，不戀浮華，不執人情，不憂無常，心靜如水，自在隨緣，平安喜樂，歲月安穩，活成自己最溫柔嘅港灣，最堅強嘅靠山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中年人都係一邊孤獨，一邊堅強，一邊落淚，一邊治愈，一邊遺憾，一邊前行。呢條路冇人可以替你行，呢啲苦冇人可以替你食，呢啲孤獨冇人可以替你承受。但正係呢一路走來嘅風雨與孤獨，先成就咗越來越通透、越來越強大、越來越溫柔嘅你。唔好埋怨歲月無情，唔好吐槽人生太苦，唔好恐懼孤獨相伴。人生所有嘅經歷，無論好與壞、甜與苦、熱鬧與孤獨，都係成長嘅養分，都係生命嘅饋贈。人到歲月深處，終於徹底領悟，熱鬧係一時嘅浮華，孤獨係一生嘅歸宿，陪伴係短暫嘅緣分，知道係永遠嘅本能。與其執着人間溫暖，不如好好修己安人；與其渴求他人懂得，不如自己善待本心。從今以後，擁抱孤獨，熱愛清靜，看淡萬事，隨心而活。餘生漫漫，只求心安，只求自在，只求無憾。好多人唔明白點解中年之後人心會越來越淡，越來越冷，越來越唔中意社交。其實呢種冷淡唔係冷漠，而係睇透；呢種疏遠唔係孤僻，而係清醒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總覺得人情萬歲，朋友萬千，人脈至上，以為識嘅人愈多，交際愈廣，人生就愈順利，愈有面子，愈有依靠。所以我哋拼命社交，拼命融入圈子，拼命討好身邊人，就算委屈自己，消耗自己，都要維持表面嘅熱鬧同體面。但經歷過幾次人情冷暖，幾次人心變故，幾次熱臉貼冷屁股之後，我哋先至慢慢醒覺，呢世間9成9嘅社交都係無效嘅消耗，9成9嘅人脈都係虛假嘅依附。當你風光得意、一帆風順嘅時候，身邊賓客滿座，人人和你稱兄道弟，個個都話同你情深意重。一旦你落難失意，陷入低谷，需要幫忙嘅時候，你就會看清身邊所謂嘅朋友、所謂嘅人情、所謂嘅陪伴，通通都會煙消雲散。可以同你共富貴嘅人成千上萬，可以同你共患難嘅人寥寥無幾，可以分享你喜悅嘅人遍地都是，可以分擔你委屈嘅人屈指可數。呢個血淋淋嘅真相係每一個中年人用時間、用經歷、用傷痛換返來嘅領悟。所以中年之後，我哋開始懶於社交，懶於交際，懶於維持無效關係。唔係變得冷漠，而係唔想再浪費寶貴嘅時間與精力喺唔值得嘅人與事上面。人生下半場，光陰越來越少，日子越來越珍貴。我哋冇多餘嘅心力去敷衍虛假，去遷就無謂，去討好不珍惜自己嘅人。我哋開始學會篩選身邊嘅人，遠離虛情假意，遠離搬弄是非，遠離消耗自己，遠離自私自利，只願意留低幾個真心相待、簡單、純粹、舒服自在嘅人。閒時傾偈，忙時各自努力，難時互相扶持，順時各自安好。呢種減法嘅人生，
看似孤獨，實際上係極大嘅解脫。你終於可以擺脫人情嘅束縛，擺脫社交嘅疲累，擺脫討好嘅煎熬，安安靜靜造反最真實嘅自己。中年人嘅孤獨仲藏喺無人理解嘅無奈入面。你有滿腹嘅人生感悟，滿心嘅生活體會，滿腔嘅心底話，卻發現身邊冇人可以傾訴，冇人願意聆聽，冇人能夠共情。同年輕人講，佢哋覺得你老派、勞道、杞人憂天，無法理解中年嘅壓力與無奈。同同齡人講，大多數人只會顧住自己嘅家庭瑣事，自己嘅生活煩惱，無心聆聽你嘅心聲。同長輩講，年邁嘅老人已經無力為你分擔，只會徒增佢哋嘅擔憂。於是所有嘅心底話只能自己收埋，所有嘅無奈只能自己消化，所有嘅孤獨只能自己承受。慢慢就養成咗沉默嘅性格，唔再訴苦，唔再傾訴，唔再解釋，默默承受一切，悄悄治愈一切。有人話沉默係成年人最大嘅體面，其實沉默亦都係中年人最深嘅孤獨。呢種孤獨唔會喊，唔會鬧，唔會崩潰，卻日日夜夜沉澱喺心底，隨住歲月累積，隨住經歷加深，成為一輩子無法消散嘅心境。但我想話俾每一個孤獨嘅中年人知，千祈唔好因為孤獨而自卑，唔好因為孤獨而難過，唔好因為孤獨而覺得自己可憐。恰恰相反，能夠享受孤獨、習慣孤獨、熱愛孤獨嘅人，先係真正清醒、真正通透、真正強大嘅人。庸人熱鬧，智者孤獨。淺薄嘅人先會沉迷喧鬧，依附人群，恐懼獨處。通透嘅人都會熱愛清靜，享受孤獨，獨自修行。孤獨嘅時光係你沉澱自己、反思人生、修養心性嘅最佳時機。獨處嘅時候，你可以遠離外界嘅紛擾，遠離人情嘅是非，遠離他人嘅干擾，靜落嚟睇清自己，看清生活，看透人生。你會慢慢發現，獨處嘅日子雖然冷清，卻最踏實；雖然孤獨，卻最自由；雖然無人陪伴，卻最心安。人到中年，終於明白，幸福從來唔係轟轟烈烈、熱熱鬧鬧，而係平平淡淡、安安靜靜。有健康嘅身體，有簡單嘅生活，有平靜嘅心境，有屬於自己嘅時光，就已經係人間最好嘅福氣。唔需要太多人懂你，唔需要太多人陪你，唔需要太多人讚你。你自己懂得珍惜自己，懂得體諒自己，懂得治愈自己，就足夠圓滿，足夠幸福，足夠安好。往後餘生，願所有孤獨嘅中年人都可以與生活握手言和，與孤獨溫柔相伴，與自己好好相處，不懼無人懂，不憂無人陪，不執人情戀，不戀世間煩，靜守本心，安度餘年，平凡自在，平安無憾。縱然獨行，亦覺人間值得，歲月溫柔。好多人一生都在逃避孤獨，恐懼孤獨，厭惡孤獨，直到中年先至徹體悟，孤獨從來都唔係敵人，而係人生最珍貴嘅向導。佢會帶你遠離浮躁，遠離虛偽，遠離內耗，帶你走進真實，走進通透，走進心安。年輕時，我哋以為孤獨係一種懲罰，係被人遺棄，被人群疏遠，被生活冷落。中年後先至明白，孤獨係一種救贖，係讓你脫離虛假嘅熱鬧，擺脫無謂嘅束縛，找回真實嘅自我。你細心觀察身邊嘅人，就會發現，越係活得通透，越係心境平和，越係人生順遂嘅中年人，越中意獨處，越習慣孤獨，越遠離喧鬧，因為佢哋早已看透。世間所有嘅熱鬧終究會散場，所有嘅陪伴終究會分離，所有嘅浮華終究會歸零。
唯有內心嘅安穩、心性嘅通透、自我嘅圓滿，先可以陪你走到最後，永不離棄。中年人嘅孤獨，仲有一種最心酸嘅模樣，就係明明身心俱疲、滿腹委屈，卻仲要日日笑對生活，強裝堅強，返工要面對上司客戶，應對工作壓力，處理職場是非，不敢有半分鬆懈。返屋企要面對家庭瑣事，照顧老小情緒，化解家人矛盾，不敢有半分怠慢。你好似一台永不停歇嘅機器，日日運轉，夜夜奔波，冇得休息，冇得放鬆，冇得軟弱。所有人都睇見你嘅堅強，你嘅能幹，你嘅擔當，卻冇人睇見你嘅疲憊，你嘅無力，你嘅孤獨。日間笑住面對萬事，夜晚靜自舔舐傷口，白日撐起所有風雨，深夜先至敢卸下所有偽裝，任由心底嘅疲憊同孤獨肆意湧現。呢種無人看見嘅軟弱，係每一個中年人獨自守住嘅秘密，亦係我哋最後嘅情緒出口。日間要做萬事萬物嘅靠山，撐得起工作，顧得住家庭，解決得到身邊所有人嘅難題。唯有深夜呢短短數十分鐘，我哋先至唔係父母，唔係伴侶，唔係員工，只係一個會攰、會委屈、會孤獨嘅普通人。好多人問，點解中老年人越來越中意夜晚瞓唔着，坐喺客廳發呆，對住窗外夜色靜思？其實唔係唔眼瞓，亦唔係無事可做，只係唔捨得結束呢一日屬於自己嘅時光。一日24個鐘，朝早起身就開始為生活奔波，為家人付出，為人情妥協，每一分時間都屬於身邊人。唯獨深夜寂靜無聲嘅時候，呢個世界先至完全屬於自己。我哋靜靜坐喺黑暗入面，唔使應酬任何人，唔使遷就任何情緒，唔使勉強自己笑，唔使硬撐堅強，可以任由思緒飄蕩，可以坦然面對自己嘅脆弱，可以默默回味大半輩子嘅得失與經歷，望住窗外零星嘅燈火，聽住街頭微弱嘅風聲，先至會真切感覺到自己仲係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、有喜怒哀樂嘅人，而唔係一部只會運轉、只會付出、只會硬撐嘅生活機器。中年之後，我哋最擅長嘅事就係隱藏情緒，面對挫折唔會大吵大鬧，面對委屈唔會隨便落淚，面對失望唔會隨意訴苦。所有嘅崩潰都係無聲嘅，所有嘅難過都係沉默嘅，所有嘅孤獨都係內斂嘅。細個嘅崩潰係大喊大叫，驚天動地，要人兇，要人賠，要人理解。中年嘅崩潰係無聲無息，默默承受，自己餓，自己渡，自己治癒。有好多個瞬間，我哋真係好想放棄，好想大哭一場，好想撒手，唔理所有瑣事同壓力。但轉眼望一望身邊嘅家人，望一望年邁嘅父母，望一望未安定嘅仔女，又即刻收埋所有軟弱，抹走所有情緒，重新挺直腰板繼續撐落去。呢個就係中年人嘅無奈。縱然內心滿目瘡痍，孤獨纏身，表面都要風平浪靜，萬事無憂。身邊好多人會話，你而家生活穩定，家庭美滿，衣食無憂，仲有咩唔知足？仲有咩好孤獨？其實外人永遠只會睇到你表面嘅風光，永遠睇唔到你心底嘅荒涼。物質嘅富足永遠填補唔到心靈嘅空虛，生活嘅安穩永遠治癒唔到無人共情嘅孤獨。你每日辛勞奔波，打理好頭家，安頓好老小，應對好所有人情往來，人人都讚你懂事、能幹、負責任，但冇人會問你呢一路走來，你究竟食咗幾多苦，受咗幾多委屈，熬咗幾多孤獨。所有人都睇重你嘅結果，依賴你嘅付出，索要你嘅溫柔。
唯獨冇人心疼你嘅過程，體諒你嘅不易，接住你嘅情緒。慢慢你就會徹底明白，中年嘅孤獨從來都唔係環境造成嘅，而係心境沉澱出來嘅滄桑。當你見盡人情冷暖，看透人心善變，經歷過大喜大樂，體驗過熱臉貼冷腸之後，你就再也唔會對任何人抱有過高嘅期待，亦都唔會再隨便將自己嘅真心同脆弱展露俾人睇。你開始學會將心事收埋，將情緒隱藏，將孤獨自渡，唔再渴望有人雪中送炭，只係默默告訴自己，風雨自己撐，難關自己過，孤獨自己扛。你唔再害怕孤獨，亦唔再逃避孤獨，因為你知道呢個世界上真正能夠陪你走到最後嘅，從來都只有你自己。好多中老年夫妻走到最後都活成咗最熟悉嘅陌生人，日日同住一屋，同食一飯，共度朝夕，卻早已冇咗心與心嘅交流，冇咗情與情嘅牽絆，冇咗最基本嘅體諒與溫柔。大家每日只會溝通生活瑣事、柴米油鹽、仔女學業、家庭開支，卻從來唔會傾訴心底嘅煩惱、內心嘅孤獨、生活嘅無奈。有時候想同對方嘆一句生活太攰，人生太難，話到嘴邊又即刻收返轉頭，因為你好清楚講出嚟都只會換來敷衍、質疑甚至吐槽，冇人會真正懂你、心疼你、體諒你。久而久之，你就懶得講、懶得解釋、懶得交心，慢慢將自己封閉起身，任由孤獨日日夜夜包圍自己。婚姻入面最心酸嘅，從來唔係爭吵冷戰，而係兩個人相處一世，卻始終活成咗各自孤獨。身邊有人陪伴，心底卻無人共情。日日朝夕相對，夜夜獨自失眠。呢種深入骨髓嘅孤獨，比獨身一人更加難熬。因為你明明身處親密關係之中，卻活得比任何人都孤單。而面對慢慢長大嘅仔女，我哋嘅孤獨仲多咗一份無聲嘅捨不得同落差感。從細湊大，日夜陪伴，傾盡所有，將一生最好嘅一切都奉獻俾佢哋。習慣咗日日圍住細路轉，習慣咗為佢哋操心勞累，習慣咗將所有寄託都擺喺佢哋身上。但隨住佢哋越來越大，有咗自己嘅思想、自己嘅圈子、自己嘅生活、自己嘅人生方向，就會慢慢脫離你嘅羽翼，遠離你嘅生活，減少同你嘅交心。從前日日纏住你，時時依賴你，句句同你傾訴，而家沉默寡言，事事自主，慢慢疏遠。但人生就係咁，有得必有失，有聚必有散，有熱鬧必有孤獨。歲月一路向前，時光從不等人，所有人所有事都只會陪你行一段路，冇人可以陪你行完整個人生。有一個健康嘅身體，先可以抵擋歲月風雨；有一顆平和嘅心，先可以化解世間孤獨；有一份知足嘅心態，先可以享受人生餘生。往後嘅日子，唔好再為咗小事煩心，唔好再為咗外人內耗，唔好再為咗無謂嘅人情執念。越言和，與孤獨相伴，與自己溫柔相處。半生奔波，半生勞累，半生孤獨，都化作往後餘生嘅通透與從容。願你往後不懼孤獨，不戀喧囂，不執人情，不憂無常，心有清歡，歲月安然。縱然獨行，亦終生無憾。